平時教大家 gel 頭咧，一定係教俾啲有頭髮嘅人啦。等下先，但係咧，如果啲冇頭髮嘅朋友仔咁點 gel 咧？嘿，大家好，我係 Ricky Asaf。我知道啊，大家平時都係話細個睇開我啲片啊嘛，嗰陣時就好多頭髮嘅。咁但係咧，即係嚟到大個啲咧，睇開我啲 gel 頭片，可能你就冇乜頭髮啦。我冇理由唔照顧大家嘅，即係唔係大家想噶嘛？可能係大家生活習慣啦、年紀啦，或者荷爾蒙嘅問題咧，頭髮越嚟越稀薄嘅話，有咩方法可以自救噶？今日我哋就由呢個治標開始去到治本，嚟5個頭髮稀薄嘅自救術，等呢啲頭髮可以繼續 keep 住濃密啲，唔使再稀薄落去咯。平時咧，大家話頭髮好少好薄嘅話咧，其實我哋要分辨下嘅，自己都可以 check 到噶。可以做嘅方法就係攞塊鏡就得噶啦，或者攞個電話啦。睇位置咧，我哋2大位置，第一就係你額角呢個位置會唔會好高，又或者你頭頂個位置會唔會好少？額角呢個位置咧，如果你見到佢好高嘅話，我哋就屬於叫 M 字額嘅部分啦。咁如果你頭頂個部分咧摸落去好少，又或者好容易見到頭肉嘅話咧，咁嗰個位置就屬於地中海啦。check 完呢2個位置啦，如果都唔係最明顯嘅話，咁可能係我哋頭髮髮絲太幼喎，咁我哋就可以攞隻手摸下自己啲頭髮髮絲先，係粗定幼啊？咁你唔知噶嘛，唔緊要，我哋揾多個人啦，嗱，揾你屋企阿哥啦、阿爸啦、家姐啦、阿媽啦，乜都得嘅，我揾阿哥過嚟先，幾好你做咗阿哥，跟住我又摸下我自己個頭，你覺得你髮絲係粗定幼啊？我覺得係有啲乾同埋有啲粗。OK， 咁所以用呢個方法 check， 如果第2個都好似同你差唔多，唔緊要，我哋揾第3個、第4個，咁你就會知道自己頭髮屬於偏粗定係偏幼。最後你仲可以 check 埋咧自己頭髮髮量多唔多嘅喎？點做？朝頭早起身濕晒成個頭，將所有頭髮梳晒後邊嘅時候，你見下睇下頭髮會唔會好多頭肉嘅出現？如果頭肉好多嘅話咧，都係屬於髮量好少㗎。知道自己嘅狀況之後，我哋就可以因應你嘅狀況去改善啦。OK， 我哋以下落嚟就有呢5大方法啦。第一部分就係髮型設計啦，不論你係粗、幼、軟、硬，其實都係有唔同嘅剪法嘅，而剪啱個髮型咧係非常之緊要㗎吓。OK， 咁我哋第一樣咧先講就係 M 字額啦。M 字額嘅朋友仔，顧名思義，即係額頭兩邊係非常之高，同埋偏薄身啲嘅。所以我哋設計呢個髮型嘅時候咧，最緊要係要遮住兩邊個額頭㗎。不過咧，有好多人咧，因為兩邊嘅頭髮唔夠厚身，而佢哋好想遮住晒成個額頭，導致到咧佢哋個頭好容易出現嘅就係巴曲頭啦。M 字額嘅朋友仔咧，剪個髮型咧，必須要短身啲，令到頭頂個位置厚身啲，又或者 gel 完個頭嘅時候，將兩邊嘅頭髮咧可以完全覆蓋咗少少額頭呢2個位置，呢個就係最適合嘅髮型。第2樣就係有地中海啦。地中海嘅問題咧就係你見到髮轉個位置咧越來越稀薄，你好似攞手撳落去嘅時候，又或者 gel 完頭都好咧，佢都好似扁咗一樣嘅。咁所以咧喺設計地中海嘅髮型嘅時間，因為有地中海就冇 M 字額嘅原因，所以你係可以露額㗎，將兩邊側邊嘅頭髮盡量剪得薄身啲，將所有頭髮咧全部都可以向後梳，遮住你地中海個位置，咁你地中海個感覺就會少好多㗎啦。第3樣就係頭髮偏幼啦。呢個問題咧係會導致到你 gel 唔到頭，又或者摸落去咧好薄身嘅頭髮。咁點解決啊？最好嘅方法就係電咗佢咯，可以電下少少 W 字、C 字或者 S 字形嘅線條，咁樣咧會令到頭髮望埋去多好多，而且 gel 頭容易好多㗎。第4樣就係髮量少啦。髮量少咧，如果你頭髮好少，而且見到頭肉嘅話，就好似頭頂有一層紗一樣。大家天生頭髮都係黑色㗎嘛，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將頭髮染深啡色，同頭肉嘅對比咧比較少啲，髮量就增加多啲㗎啦。頭髮太少嘅朋友仔要注意咧，就係兩邊側邊唔好剪得太薄，唔好剪到咧啲頭肉完全見晒出嚟，最好咧保留翻有大約2至3 mm 度嘅長度，令到見到有啲頭髮，咁你個頭多啲層次嘅話咧，你個頭先顯多㗎。第2個方法咧就係令到頭髮變粗身啦。有好多男仔啲頭髮咧可能好幼身啦，又或者髮量唔多嘅話咧，呢個方法都係非常之有用㗎。我哋咧就可以令到每一條頭髮都變粗咗，令到個空間大咗，自然視覺就多咗啦。OK， 咁啊點樣做咧？首先我哋可以整濕把頭髮先嘅。第一部分咧，我哋可以先用頭皮嘅打底，將呢一個打底嘅噴霧噴咗落去
頭肉嘅位置，我哋做翻啲按摩。從頭起嚟啦，我哋就可以用呢個頭髮變粗打底泡沫啦。咁呢個泡沫咧非常之容易滲落去頭髮嘅髮絲裏邊嘅，入邊嘅成分咧可以整粗你每一條頭髮。炒晒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吹頭啦。記住吹頭嘅時候咧，可以試下用呢個後前吹頭髮。我哋先吹後邊嘅頭髮，令到佢全部都向後，令到佢變鬆先。跟住我哋先吹前面嘅部分。跟住之後咧，我哋吹乾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攞把梳梳翻順佢，梳翻通佢，令到咧頭髮同頭髮中間咧有翻啲空間喺度，先至咧會令到啲頭髮望埋去多好多嘅喎。呢個頭髮嘅打底咧，其實佢入邊有啲成分係可以令到啲頭髮同埋毛囊咧更加強硬，同埋有多啲養分喺度㗎。而家咧摸落去咧，應該係會硬身少少，但係應該就冇鹽水咁硬或者咁旱身，咁啊造型係容易好多㗎。嗱，你而家見到阿 Will 個頭應該厚身咗好多啦，多咗好多啦，同埋豐盈感重咗嘅。不過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想即時見人再自信啲，要即刻上鏡嘅話呢，以下落呢個方法就好啱你啦。第三樣就係急救嘅方法，我哋就可以用乜嘢？纖維粉。我諗好多男仔都聽過啊呢一個工具啦，就好似令到啲頭髮咧多咗啲纖維，多咗啲髮絲咁樣，就即時濃密咗。係㗎，以下落嚟教大家2個方法，令到你最容易用得到嘅。OK？第一部分咧，我哋先講下地中海啦。咁地中海咧就顧名思義喺頭頂呢個部分本身比較稀薄啲，又或者你哋覺得成個頭咧都髮量偏少嘅，都可以用呢個方法。處理嘅方法咧就係揼落去嘅，即係喺上面倒落去啲纖維粉。倒落去嘅時候咧，記得除咗直接倒上之外咧，亦都可以做少少打圈，將嗰啲纖維咧慢慢好似跟住你啲髮絲一齊走一樣，自然頭髮就會多好多噶啦。落纖維粉嘅時間咧，一定係吹好晒頭。gel 好晒頭，我哋先落去嘅喎，因為咧咁樣第一冇咁容易整污糟你隻手啦，亦都唔會咁容易整衰咗你嘅髮型啦。最後咧，我哋係做定型噶嘛，咁所以呢個時間做咧係最好嘅。你睇下審完之後，後邊嘅部分已經濃密咗好多，真係好誇張㗎。佢啲頭髮咧真係多翻好多啊。咁而如果 M 字額呢個部分又可以點做咧？審唔係唔得嘅，不過審咧有好多時都會審到落塊面度會污糟，咁所以咧你就可以用個噴嘴啦。我哋可以咧噴落去頭頂呢個位置，有翻少少距離去噴咧係會好啲嘅。噴好晒之後，你而家見到咧 M 字額嘅位置已經冇再咁高啦，髮量咧係增加咗好多。最後我哋要做啲乜嘢？攞個 hairspray 咧做個定型先。咁第一步咧就可以遠少少咧噴晒成個頭，跟住隔多陣差唔多乾嘅時候咧，就可以喺啲重點嘅位置噴多少少，目的就係令到啲纖維粉咧可以黐住喺頭皮度，咁就冇咁容易甩啦。頭先教完大家急救之後，第4樣當然就係要幫自己調理啦。我發現咧，男人嘅調理咧，第一樣好重要就係補腎啊。點解？因為個腎唔好咧，就當然起唔到機，又或者有機會令到你甩頭髮啦。大家都知啦，我本身好多白頭髮噶嘛，但係我見到我身邊嘅朋友仔咧，其實佢哋開始都有甩頭髮嘅問題啊。我白頭髮唔好咧，其實都係因為個腎唔好，所以就不斷去 research 下，究竟有咩方法令到自己個身體調理得好啲。講生頭髮呢個部分咧，其實有西醫同埋有中醫噶嘛。西醫咧就比較對症下藥啲嘅，可能食咗佢就會有機會生頭髮，做下植髮又或者打下針等等，咁佢比較一次性嘅。但係我覺得長期調理嘅話咧，喺中醫角度咧，我會覺得比較適合㗎。喺中醫角度咧，腎主藏精，肝主藏血，髮為血之餘嘅意思，即係肝同埋腎嘅氣都唔好嘅話，其實你血氣運行得就唔好㗎啦。咁而髮為血之餘咧，即係你血氣唔好，頭髮都會生得唔好。咁所以其實個 concept 就係，只要你補充肝同埋腎嘅氣，令到你血氣運行得好啲，自然頭髮就可以有多啲營養，生多啲，強韌啲，就係咁解咯。最近咧，我就幫我自己同埋幫下身邊嘅人咧，揾下有邊一隻嘅中藥保健品可以補到肝啊、腎啊、血啊等等。咁而我揾到呢一隻咧，就係烏髮新膠囊魚人參㗎。最主要咧，佢入邊有野生嘅冬蟲夏草啦、麥旱蓮啦，同埋女精子呢啲成分。咁佢就係一啲天然嘅珍貴成分，同埋有天然嘅護髮成分嘅。咁大家都知啦，野生嘅冬蟲夏草就可以增強免疫力啊，又補肺啊，令到你血氣好啲，個人精神啲。而麥旱蓮啊、女精子呢啲咧，主要就係重補腎同埋滋陰降火，好簡單好方便嘅就係佢係一日就食2-3粒到啦。咁我自己朝頭早起身食完個早餐就食噶啦。咁男女都食得嘅，因為膠囊狀好簡單，
帶去邊度都得噶啦。咁啊，主要咧就係可以針對甩頭髮啦、有白頭髮啦，同埋頭髮變幼嘅問題嘅。通常食大約1-2個月咧，就好明顯見到效果噶啦。坊間咧其實我都揾咗好多種中藥保健品噶啦，不過咧其中咧有一啲係有何首烏成分，何首烏咧其實係可以令到頭髮生得好啲，不過咧長期服用咧反而對身體係有負擔噶。所以最後咧我就揀咗呢一隻咧有野生嘅冬蟲夏草，一來佢可以增強免疫力啦、行氣活血啦，真係一句記得噶。第5樣我哋就講頭皮按摩啦。其實咧頭部上面有好多穴位咧都可以令到頭髮生長得好啲嘅喎。嗱，3個穴位可以教大家每日做下5分鐘啦，按下去咧其實就有效果噶啦。第一個位置喺邊咧就叫做百會穴。百會穴咧就即係耳仔一路手指拉上去正中間嗰個位置咧就係百會穴啦。咁只需要咧我哋可以攞手指公啊、攞食指啊呢啲位置咧按摩大約30秒度啦，咁你就可以放鬆佢，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第2個位置咧就係叫做風池穴。風池穴咧就即係頭髮線嘅最低嘅位置有2個凹位，然後咧你摸落去一路撳一撳下去上下按摩，咁就 OK 噶啦。第3個位置咧就叫做天柱穴。天柱穴咧就喺呢一個風池穴嘅再對落少少，你摸到有2嚿肌肉噶，呢個位置咧就係風池穴啦。咁風池穴一樣啦，都係按摩10秒，來回3次咁就 OK 噶啦。咁我諗咧每一日大約做5分鐘度咧，其實都已經有效果，係咪好似好簡單呢？不過咁簡單咧，其實大家都唔做噶嘛。我得再教多個再貼地啲、再容易啲嘅做嘅方法，就可以用呢個頭皮按摩梳。呢個梳非常之好用噶，幾時用？就喺大家洗濕咗個頭嘅時候，將呢把梳由頭梳到向尾，一路梳向後邊。其實咧，佢個按摩梳咧上面有啲一粒粒噶，幫大家咧可以喺頭皮上面做嘅穴位按摩，咁自然你個血氣就會運行得好啲啦。咁而且咧最好就喺呢一個百會穴嘅位置、風池穴同埋天柱穴嘅位置咧，再按多幾下，其實咪就係做到按摩嘅方法咯。梳大約5分鐘到，大家我哋睇下電視啊，睇下書啊，睇下撳下電話，好快就過啦。之後先吹頭，咁就搞掂噶啦。今日呢5大個範疇，包括剪好個型啦、打好個底啦、即時增加頭髮量啦，可以補肝腎同埋每日按摩，我覺得咧完全照顧晒大家治標嘅方法同埋治本嘅方法噶啦。照顧到你啦嘛，係咪啊 ？OK 啊，係啊，我覺得咧呢個年紀嘅男士咧開始都要諗下點樣保養噶啦。我成日都話差唔多踏入40歲咧，係希望25歲就知道保養嘅方法嘅重要性啊。咁所以希望都照顧到大家啦。OK， 我知道大家都仲有好多唔同頭髮嘅問題嘅，唔緊要，留下留言話我聽，繼續拍片俾大家睇。OK， 好啦，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下邊個鐘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